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来到听堂的时间，我是刘秋云，两片的陈先生。今晡日要带大家做的是刺激导演，今家要带大家做的是肝脏讲话、攀足松身，请大家慢慢坐下来。坐下来呢，眼神朝笔张，两脚朝笔张。好，我们做事呢，达到脚大右脚的脚大用拳哈，右手呢穿的脚下片。好，用我们的手带动脚腕旋转，安尼旋转。记得咯，转的时间呢要放松来，唔好用力。用我们的手带动脚腕安尼旋转。顺顺的转都可以的哈，转脚腕转比松，好，真正过的呢要反转，乱的旋转，俺的手呢尽量跟肩胛不用松来，好，安尼转，慢慢的转。然后呢，俺的手归来，一样眼神朝笔张，两脚朝笔张，俺来要做单手攀足，接下来也攀手单足，就是手伸出去，脚伸出去，吸气旋转，手指，好，慢慢的吐手归来。再继续往脚伸出去，用腰骨旋转，吐数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来做双手攀足，两只手上架放在脚底，手指轻顿，一样将你脚掌踢出去，好，脚趾轻下来。肩胛不用松，慢慢来收回来，收合回来。再继续哦，脚掌踢出去，一下脚趾轻下来呢，跟俺的眼神慢慢来带低头线，松下来，两脚并正来。好，放下来的时间呢，用俺的肚脐的力量将脚带上来。quay好，慢慢数回来。好，再改一次哦。脚掌踢出去，脚趾轻下来，眼神慢慢的带下来，不用松下来。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眼神带脚上来，数回来。好，我们做过一片来呢，相同，稳片做，稳片做一样，右手搭我们的脚嘅用拳，左手加啲左脚下背上来，一样我们旋转脚腕，将我们脚腕准备上来，虽然我们唔好用力，将我们脚腕呢尽量用比松，转比松。安尼旋转，带动脚腕比松，一样哦。转过的呢，我们要反转，好，两片都要转哈，正面、反面都要转，两片都要转比松。好。然后呢，将我们手慢慢的数回来，接下来做单手攀足，一样将我们手靠我们脚的用拳哈，脚特别张特别侧，用我们腰骨带动旋转，吸气，好，吐数回来，脚数回来，手带回来，好，再一次来。脚踢出去，吸气，延伸旋转，
来竖过来。接下来一样安尼来做双手攀足，用只手控个脚带，起个时阵呢，将安尼脚踢出去，脚掌踢出去，脚趾轻下来，扩开安尼肩胛，前胸并不松，好，慢慢来竖过来，再继续哦，脚踢出去。脚趾轻下来，眼神慢慢的带下来，延伸打侧安尼两骨。好，放下来时间呢，一样将安尼脚带上来，身体带上来。再改一次哦，脚掌踢出去，膀臂侧，好，慢慢的轻下来，眼神带下来。好，放下来时间呢，用我们肚脐的力量，将我们脚顺便带上来。一下我来做分解的动作。开始的时间呢，我们相同搓臂掌啦，延伸两骨搓臂掌，用我们左手手掌手心搭我们涌泉穴，右手呢。对，我们要脚下背卡出来，安尼作用呢，就会将我们肩胛尽量扩开，用脚的力量将我们肩胛扩开，也只手带通我们的脚腕的旋转，松开我们的脚腕，慢慢旋转，慢慢的转，记得咯，正转过的一样要反转安尼两片都要转比松，将安尼脚腕呢两片呢韧带呢转比松，韧带哪松呢，安尼切头手脚唔会出松，有部分安尼切头，都安尼旋转，慢慢的转，转好的呢，一样安尼竖过来，搓臂掌，继续呢，我们来做。单手攀足，单手攀足呢，一样手控在我们脚带，安尼放出去呢，都好交叉对称，跟我们一片的肩胛嘛松开，脚放出，手放出，安尼撑开我们的肩胛，用我们的腰骨带动旋转脊椎，吸气呢，看到我们的手指尾，吐的呢都竖过来，竖抱过来，记得咯，我们安尼做呢，就会扩开我们对称的肩胛。继续下来，我带大家讲，用双手攀足呢，用只手指高向下，靠我们的脚带，用只手指公呢，靠我们的第一肌指头同第二肌指头的中间。有一个太冲穴，也同我们干净的穴位一样，我们用两只手呢，慢慢的将脚撑出去，带出去，用脚掌踢出去，让我们压肌膀臂侧，放出来呢，脚尖下压，压下来呢，就会跟我们两片的肩胛尽量扩开、撑开，让它的肩膀松开，让它松开。慢慢来竖过来，脚趾内扣，再竖过来，竖合过来呢，都压缩到我们肺，我们的肚脐肝经一样，再慢慢的踢出去，安尼，一下呢，要下压，眼神都慢慢的带动下来，跟我们两骨膀臂侧。眼神并不松，尽量不松，脚趾要轻下来，延伸我们的脚，松来的时间呢，用我们腹部收提，带动我们的脚，安尼带上来，慢慢的，安尼带上来，唔好用力哦，唔好千万骨体撑开来，安尼我们的身体会僵硬安尼竖抱过来呢，就可以压缩我们的腹部，
帮助俺的肝血循环。一下呢，俺来做练习的动作，好，一样先做那个单手松伸哈，就看下俺的脚下背伸出来，用手带动俺的脚腕旋转，记得咯，唔好用力。好，慢慢的翻转。好，手过来，单手盘足，伸出去，吸气，吐，收回。好，双手盘足。脚伸出去，轻下来，松开俺的肩胛，慢慢收回来。各位朋友，头到的动作有学会冇？接下來繼續聽聽老師來做新的動作。一下呢，帶大家做四手旋轉，請慢慢大家人坐下來，坐下來。好，一下呢用兩隻膝頭開下鐵板方，兩隻手靠下鐵板方。開始的時間呢，啲右邊的膝頭轉到左邊的膝頭，再慢慢的旋轉到右邊、左邊的豎形，再到右邊的豎形，就安尼，讓咱的身體呢做一個太陽拳的安尼旋轉。做呢時間呢，安尼腳下下要放鬆來。好，安尼肩胛骨要停頓要放鬆哦。好，整個呢，整個一樣要反轉，啲左邊轉到右邊的膝頭，好，再到右邊的豎形，再到左邊的豎形，記得咯，我哋呢腳下下要放鬆，好，帶動我哋呢兩骨旋轉。慢慢的轉，好，一下轉好呢，來跟腳踭靠下鐵板方，盡量跟我哋腳踭搭鐵，兩隻手一樣靠下我哋鐵板方，好，等我哋呢腳踭開始旋轉，腳下下放鬆，旋轉到左邊的腳踭，好，再慢慢的移動到我哋左邊的豎形，安尼按摩安尼呢用拳，腳下下要放鬆，安尼延伸安尼兩骨。做呢時間呢唔好用力，頭起呢慢慢的跳，慢勻細長的跳。旋轉相同哦，我哋整個人呢一樣要反轉哈，所以啲左邊的腳踭到右邊的腳踭反轉，好，轉到右邊的豎形，所以配合我哋肩胛骨要放鬆。放鬆來帶動旋轉，我哋兩骨要放邊張，身體要放鬆。
呢，俺来带大家做分析咧，分解动作吼。开始俺来脚两只膝头开啊铁板方，两只手放啊铁板方。所以呢，用俺的膝头先开始带动呢，就可以帮助有的人呢，一下无法度做到按深蹲、按沉呢，安尼蹲式吼。所以用俺的膝头呢，慢慢的先松开来，将俺的身体松开来，尽量将俺的膝头变尾椎尽量带开来，带松，不用松。所以配合俺的肩胛，不用别松。转到左边的呢，看俺的右边的肩胛不用松的，那俺来带动俺的旋转，一样哦。俺来慢慢的做，真正过的有没想到会反转？一下呢，俺来带大家做深蹲的动作。两只脚的脚掌尽量靠在俺的铁板上，两只手一样插在铁板上，将手延伸不用出来，所以俺的脚卡下不用松。伫右边的脚掌旋转到左边的脚掌，慢慢的再带俺的身体带上来到左边的塑形。到右边的塑形，像俺们旋转到呀头先的塑形的时间呢，俺就会压缩到俺的阳泉，顶俺的脚趾头，慢慢的一记一记，压缩俺的脚趾，也会动作呢，四扫旋转呢，就会带讲啊，俺们用压缩的原理，将俺的气机、肝血。共振到我们刺激末梢的循环，我来做，慢慢的旋转，不急不徐慢慢的旋转。相同没有反转哦，正面做过的要相同的左边转到右边，慢慢的旋转到我们的塑形。转的时间呢，要记得咯，眼神要不用闭松，俺的肩关节尽量不用松来，配合，让你慢慢的带动旋转，所以俺的感觉外面是正方的。俺的身体内缘是由慢慢的旋转。好，一下呢，俺们来做练习的动作。开始的时间呢，一样，将俺的膝头开啊铁板上，两个从转臂张来，伫右边旋转到左边，脚卡下不用松来，配合俺的肩胛骨不用松来旋转。安尼没有压缩到俺的四肢末梢哦，安尼没压缩、压缩俺的腹部，按摩到俺的肝脏慢慢的旋转，一样真正过的呢要反转，伫左边。转到右边，俺们做动作，一定要两边拢做，安尼才会平衡好，就安尼带动，慢慢的慢匀细长调息，然后呢，俺们来。跟脚尽量靠在铁板上，脚两只脚掌尽量靠在铁板上，鼓掌来，鼓臂，俺们呢脚卡下不用松，一样伫右边转到左边。上来时间呢，记得吸气上来，
然后呢，配合我哋头皮做深层的按摩。对，我哋咧脚脚下，尽量不用别松。好，真正过人呢，一样要反转的左边，转到右边的脚掌。好，再慢慢带上来到右边的竖心。再到左边的竖心，好，过好哦。刚刚呢，肩胛骨要变别松来。看我哋转到输的时间呢，都压缩到我哋涌泉穴，脚趾弓到脚趾尾，慢慢的压缩。两骨要放别侧咯。慢慢来旋转，好。各位朋友，头到的动作有学会冇？记得明日要听听老师呢，好好运动一下，安尼我哋精神、身体能会更加好哦。听筒，我哋下次见。